透過耶穌基督，是家得到千萬嘅特性，永遠嘅特性，因為到耶穌上帝做了本世界，阿們。因為是家當時做嚟嘅特性，暫時嘅，要限制嘅，但係從耶穌基督嚟嘅特性，永久佢做本世界嘅，阿們。透過嘅是家得到永遠嘅特性。透過自己嘅信心對耶穌基督，自己得到永遠嘅生命，自己嘅隆重熱切嘅生活特性。自己看熱團經節喺1哥林to15 57，1哥林to15 57，一個經節都係講到，但係感恩對上帝已經本了自己特性，在耶穌基督裏中，透過耶穌基督。本了自己特性，嚟晒本自己特性，耶穌基督上帝本自己特性，透過耶穌基督，自己感恩對嘅，阿們，哈利路亞！哇，太歡喜自己做晒耶穌基督嘅兒女，做上帝嘅兒女，因為佢本了自己特性，阿們。所以自己三回你很有機會，唔好做輸喺啲人，講一夾一啲唔好做輸喺啲人。冇事，我知道冇特性呢。輸喺咧，嗱，即係要嘅問題，你就冇特性，因為到上帝本了自己特性，但係自己很xã會咧喺度，在家庭度方面也好，在xã會當中熱切，知道冇特性，點點知道決心，點點知道煩惱，點點知道修理，但係冇特性，你係個目標降下啦，係咪呢？你降個問題啦，降個痛苦啦，你係降耶穌基督嚟啦。因為佢做了特性本世界，阿們。佢準備了本世界了，呢特性。有啲結果係講世界知道你行到冇特性嘅路知道行冇，表示世界單殺沙啦，世界單殺錯，係冇呢？講一特別啲，牧師講嘅前文對。人班人世界將要得到一真正特性，唔好本呢個lâm談嘅心，撇就廢心。嚟控制自己嘅心中，撇雜負督嘅心，控制自己嘅心。係講一心中都要負督，要用計要廢心，要冷淡嘅心，熱天你得唔到呢特性嘅路。但係因為你心中都要負督，你心中都要廢心。人班人但係自己心中都會下下得到呢一個廢心負督呢？當然要嘅問題係咪呢？自己先看一個簽人書24第10暗手24第10節先，佢一個經節樣講，佢講一個心唔好冷淡，撇就你唔好廢心，因為到你廢心，你冇一隻力量，你力量安息。係講自己要廢心，要冷淡嘅心，要負督嘅心，自己嘅力量十分細。所以要問題來到自己嘅生命中，要問題來到自己嘅生活中，自己冇本事對付嘅，唔好允許本一嘅廢心控制自己嘅心，負督嘅心控制自己嘅心，冷淡嘅心控制自己嘅心，唔好本佢喺心中嚟，阿們。唔係計任何本心中度嚟，上帝嘅喜樂，上帝嘅恩典，上帝嘅平安，本佢落自己嘅心中，對時候計到廢心。冷淡嘅心，負督嘅心，對晒啦，阿們。嗱，加熱團經節，而家嚟看4節所書4 31節，4節所書4 31節，嗱，隆重負嘅，咩事咗？負嘅人嘅背，為本自己負，係咪啊？人嘅用ခံ，為本自己負，係咪啊？人講出嚟口法，為本自己負。sang hạn ni muốnไปติดยาตาเบ็ดแค่นี้ล็อกไงกี่กัดนี้กัดกี่หางกันล็อกกัดกี่แค่นสิวที่ไปแค่เมียนมองงงี้มั้งกี่ซิมก็ดูสังเสวะยองเงินนี่ก็โมคุยขี้ยองกัดไอตาเบ็ดฝูตุเนี่ยซิมเห็นมั้ยนะ sang hạnที่ไปสิก้ายินกัดกล่องใบสิก้าโมจูจีต่อคนนั้นสิก้าซิมก็ตัวยุ่งมุนทีได้องที่นุชตะวิโกให้ที่所以門背ขี้萬千你要注意，人家特別落你萬千唔好望不堂，你思想蠻好背受，但係個對到要上集按蠻負督嘅心，係咪啊？
所以世界唔好俾你輔督控制。佢講乜嘅？輔督你唔啲人不壓慢人đâu hả？人夾人上草đâu hả？thu lại人đâu hả？所以世界你啲窿種你假裝嘅七七廿嘅做快嘅，唔好要在世界嘅心中快嘅嚟人嘅嚟人嘅啲人講係咪嘅？㗎 fitna 嚟人thu嚟人啊！人家冇講到落去嘅，安度嚟人啊，講一夾日啲撞一個橋，係咪啊？冇錢財嚟人啊，冇真實冇錢財嚟人嘛，嗰時唔好吧，嗰時做廢生死吧，係咪啊？啊，輔督嘅心，不壓嘅心，隔人相湊，吐嚟窿種，你都自己上走。